繼續來到高雄的陰陽區，因為透明度大雨，嚴重淹水，淹到將近60公分懸，大路攏變水路路。店家無用咧掃水，根本無法度做生意。還佫有機車行的新車嘛泡水，頭家真無奈。還佫有帶着關節炎的居民，皮膚爛去，大家攏愛換藥啊，但是洗啊布全部泡水，居民是真擔心，無法度換藥啊會來感染。昨暝攏無困啦，淹到這裡。有嚴重關節炎的蔡先生，兩隻腳包雨帶，暗時啊歹困嘛寸步難行，水淹甲真緊，根本就走無法，閣較會頭殼沒力休息。這裡現在棉花棒，還是這個是紗布啊，還是彈力紗帶了？吃掉了。1萬多。因為皮膚不良，逐工攏愛換藥化，名機架勢全部浸水，無換閣驚感染，暫時靠大家關注。這邊的這個水深呢，一度是高達56公分高，可以看到整條馬路都變成了水路。而居民呢，也自發性的拉起封鎖線，是禁止車輛來通行。你看剛剛車子開過去的時候，你看水都滴進來。對，溢進來。因為外面的水啊，比裡面還多。米粉羹的店家，他一早呢就是在忙着整理積水。那其實他也向我們表示，昨天的水位最高一度是來到冰箱的這個位置，甚至到裡面都是有這個積水的一個情況。因此業者呢也是緊急的將這個沙發墊高。很久沒有下那麼大了啦，所以沒有預算說要搬那麼多哦，下進來一直淹上來啊。當地這邊機車行的店內呢是出現一個淹水的狀況，其實都還是新車，還沒有拆封。那至少有6台的這個車子昨天是泡在水裡，本來是淹到那裡啊，現在一直跑進裡面啊，整間都是泡水車。那我們這個就怕水了，那現在怎麼辦？哪裡可能知道損失多少？24台夜抽水莫大，同齊抽水，民眾嘛希望天公伯啊，莫閣倒大雨，互永安、永保平安。